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唔见许多人想讲，系咪自家开店的来做头家？一群客家种后生的，归讲去吃去创新，唔单止口苗事业，还归家乡去做。因能结合家乡嘅特色同故事，利用自家嘅专长，研发新嘅产品，还打造自家嘅品牌。以为系接野外嘅事业，用后生一辈嘅想法，融合传统。 只能爱劳动时睇新的时代，韩国多样，韩国商业。唔是讲伊能睇自己研发产品定位，行销也按多方面，多贵多被困难。用下来看啊，一群客家后生创业家，用嚟过也按多关，行出一条自家嘅路。 因为咱哋一个神秘果好都好一点样，伊一年四季拢有果嘅。嗰时唔喺办这个多3万个有果嘅，都见涨。五分题仲嚟200人挑選比告數，達挑都已經上到200了眼高。兩位本單係從邊落嘅，15年前廖傑科老老公開始關注新比高，喺那裡就告訴。因為伊天然嘅好樹幾多，嗰時唔摘下來2年。 唔係毛腿用冷凍來處理吼，都會安尼發酵啊。嗰時我哋都去屏科大去學，都有開一班嘅好書研習班，我哋都去學。啊，學到幾來去，我哋2個人都慢慢嚟研究。 6月份嚟個李家儒退伍過後，去到中國做生意就嚟10幾年，2年前就轉來。佢了時喺中國做主商，今年嘅營業額就貴人於按多。不過市場唔停貼，壓力咪太多，讓用到空間，所以決定老公司收起來。營業案呢有按多營業的時間，其實付出那麼多，有的時候其實到最後，財務他們結算下來，其實變成。 期間有冇賺到很多錢？其實給評度太多的一個不定的一個原因素啦，負債歸來，我哋會納講，反正我都完全歸來啦，反正係有歸來台灣也土地，所以我都還有重新出發的一個機會啊！ 貴公司嘅風險維持加開，雖然法例就算是轉來，李家儒還係想為在個巧妙事業。有咗講我係真係生意家條路，最冇係付出嚟30年，到最後一年條狗我發現本來嘛，做個按基本嘅規律自家路卡做，當然有一些事情是唔是一手，問題是幾現實的問題啊。 也現實的問題，有的時候確實會不會有打退堂鼓的一個意念啊。喺中國，馬街風浪唔是獨高，李家儒知道已經冇馬街比2年前發展轉來計下很難參咧。雖然為做也唔做，慢慢依舊，很難成為在嗰邊一擺。創業真係冇簡單，人家講嘅萬事起頭難，也唔過唔係講唔是去想。 問題是有時間創業時間，唔係想太多啊，唔嘅第一步真係都掟唔出去。有認真有記已經攏通過，好多年了咩？你講好，過來爸爸媽媽佢歡喜，我哋可以將一個工作全部都交俾兩公婆去做咩？安尼，細佬都負責出物，新橋呢都負責嘅產品嘅行銷咩？你好，酵素欢迎试喝。来，这个是神秘果酵素，2年熟成，稀释8倍。有啊，我们农场是专门种神秘果的。嗰種上面留意下上嘅設計產品，工產品做呢個後出結貼為貴包裝，落包裝變成之外，設計美容而不是風格，唔過體驗挑下媽冇辦法接受。 以我這1年的在外面跑市場的感覺是，小瓶真的是吸引別人入門啦。那如果喝的喜歡了，就會直接來跟我們買整箱的大瓶的。加上我們的包裝是白色的，白色其實很觸犯老人家的大忌的。但之後看久了，他們也會覺得，好像也蠻好看的。一下會
要强到讲，安尼毋是错误哦，伊哋咧想法毋是错误，但是可能因完后都不一定去发挥啦。上台研究新比高告诉已經做了10年嘞，不過一直都係啲偏東農場兩賣田，啲感應唔到，對中國轉來過後，佢哋當初傾價去簽市場。之前爸爸妈妈的通路其实是说真的是没有通路，就是只有人来农场，那以口耳相传。因为酵素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有养生概念的人，他才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锁定的是百货公司，然后还有一些有机的小农市集。关关难过啊，一定要让他关关想办法过啊！你如果过不了，就不会有第2步甚至第3步的产生。水梨的那个保养品，对，然后就是平常说你可以喷脸这样子，是保湿的，对，保湿的。老客家中嘅不散帶出客家中，涂化妝品相關口你嘅用回家，除了吃，老都市嘅呢個練出保養品，用理化來做面膜，還用都市嘅台地美容的某種嘅發展。原生的梨花，它会把它摘掉，然后接上那个梨花碎。对，那原生的梨花的话，我们就把它拿来做这个面膜，把一些长得比较多的那个离子把它摘掉一些，然后让它离子的养分可以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就把蔬果它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把它拿来做成这个保养品。水梨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起来就是很甘甜、很多汁的，就没想到它可以拿来做成保养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结合。它就是有淡淡的花香味，你敷的时候人会比较放松，而且它真的很保湿，然后非常的薄，面膜很薄，到很贴近我的皮肤。老母嘅東西拿來做出東西來賣，仲為家人費，除了鳳梨酥、面膜，還係廣告好多推翻提出嚟賣嘅電路，希望大部分嘅產品，迎合明年需嘅到都市老幾嘅產業。我们东市这个地方啊，它是位處於大雪山跟那个大甲河的流域之間，所以當初我在選用梨子做我們保養品的同時，其實也是考慮到就是說這個地方客家的一個文化意象的一個符號元素，所以就是說我們取用的這個山大雪山的山跟大甲河的水的河水來作為我們這個包裝的一個文化意象。作為加講，國內市場有限頭，所以佢未去國外參展，同時老都市嘅理解自信帶出去，希望今後未做得來老了。我們會把東市當地的一些觀光旅遊的資訊告訴消費者，讓消費者可以變成遊客，然後進到客莊裡面來做一個消費，然後能夠回饋當地。咱們種咧，還有咱愛用愈些開發，嘅愈成效唔好，因為溫度太高啲嘅有太做造所啊。青色蔬菜已經夠透嚟，唔食嘅叫除為轉色轉到這樣，你係第一步嘅動手分享嘅推翻書。紅色有黃嘅，有水紅色，有橄欖色，色澤很鮮豔。原住民拿推翻書來救酒，自然子是係拿來做胖老強勢。我要做嘅胖嘅，要用脫殼還是冇脫殼嘅？因為目前都係可能過去全部用絞肉機去裝出來，要下去洗走嚟，變成講會加工，嗰度工過好麻煩。80年世界自然子圖界係供求行轉，唔過幾個中介下出對風培做顯示，係阿爸啲偏東基金就見農場當業，佢出入過後，佢提為專家向從業，結合阿爸農場啲都介做技術出來做強勢，為下後上出圈。那這個是用我們現在當季的洛神，還有紅梨做的麵包，那裡面還有加一點裸麥，就是昨天剛做的撈麵，加一點新鮮的洛神果乾、蜜餞這樣子。中國後麻發現到，自己買一件我變一倍，應該可以用一啲嘅原料去做一啲無窮樣嘅一啲改變。譬如講有一道甜點啦，冇可能還有其他嘅加工品，來想一啲後生嘅歸來回村，如果從事一啲農業。
两位本单係其中名阿爸嘅變老人，早期搶我係南推翻東重要嘅經濟作為，不過下後假使本份呢卡嚟見來見冇價，其中名出東嘅節東十萬計落阿爸中嘅搶我，就錢到搶，貴重努力高。同阿爸有一啲唔爽快，因為佢堅持講按好嘅變老唔做到安尼冇人愛嘅東西，要粗棒棒嘅努力過。可以講也以後樣嘅維持呢個生活啊。其中咩5年少普實普貼，經過種子業就行出自家路，而下每個專欄嚟，每自家巧妙實驗，啲做了為前見性嘅其中咩，唔是講係每個最好嘅顧問。因為自家也係很後生嘅呀，可以會接受到新嘅一種嘅觀念，假如要向歸來做，我能講起來就會頭拿嘅，係啊，因為也係後生嘅，真是。冇人講得起啊！還有啲方向比人去高的時間，哦，該如何請你來去配合？剛開始就是聽很多創業的人就分享他們經驗，他們覺得創業就是失業。那剛開始就覺得哦，好可怕哦，這應該不是我想要走的路。對，那但是後來會覺得自己沒有做，怎麼會知道自己行不行？去處長啲，唔似總係會遲到入劇高，後生人總講做冇選擇，未肯卡未讓，韓國就動感去處嘅正式，從勇敢去都困難，唔過記得唔係長期是日式嘅氣候出去做。它會先經過發酵，然後烘焙，對，這邊烘焙後煙做好。對，這是我們婆比較小顆一點的，它裡面的果實果肉都可以吃哦。中天日專家會流沙係偏口台農企業管理嚟嘅同學，專為學校專門攞從業有關嘅考場為社企劃書，佢哋用偏東嘅安東嘢發展起來嘅可口產業做主題，冇想到也因為咁樣，佢哋入嚟從業嘅想法。其實，在大學的時候到實習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一些接觸了。然後那時候其實不管是做報告，或者是就是一些興趣或什麼，其實都對這個產業就是有認真的做一些就是功課啊，或是就是做一些準備。喺專業從業之前，佢都已經準備了5年，喺佢參加相關嘅從業比賽，溜溜少少得到獎項組，未得到教育部、經濟部嚟到單位，超過幾百萬元嘅從業基金，要本錢和開始。計劃書得到前提，學校就業便會來出路，唔過專業為自家做頭家，是唔係記者時寫出好，風險為自家擔，為上新本，為開發通路，項項都係考驗。挫折嘛，就自己的定位一直沒有定位清楚，到底是要走台灣在地的可可呢，還是走國外的進口巧克力？以前我基本上是去國外回來必買巧克力，就是那個國有什麼巧克力，我就是買他們的特色產品，像馬來西亞他們還有那種榴蓮的巧克力。然後後來我就回來想說，那台灣有什麼樣的巧克力？挑下嘛係用進口巧克力結合齊提出菜，唔過下後知道係用嘅東西上面好幾件當到嚟，所以嘅嘢用台灣可可做特色，嗰結合台灣個特產業，用巧克力來鞏固，就係偏東嘅咖啡，南挑嘅風差，還要改變大家想象嘅口味，就係啲調酒巧克力。我們最後是煮醬油，因為我們先讓巧克力融化，然後最後才是添加醬油。我煮的時候。用偏口大嘅腰定加少鹽調酒，嗰落酸酸甜甜嘅果汁，咁樣仲唔會暗鹹。標準過後，就係調酒巧克力嘅啊，但係係兩款，出起嚟50-60倍漲新股。安到同學未長期留下行從業嘅條路，連下一張業經驗也就10萬元，未來還會繼續開發個題冇強種口味嘅巧克力，為大家透過巧克力來延續推翻。選別個告訴，第個包裝皮就幾強勢巧克力，無論係實地也係種藝，兩圈客家後生意，明刀嘅結合齊鐵鐵山，創造出老年冇用狀嘅客裝產品，用後生意嘅想法行出設計路。